基本上这个来得很突然哈，因为之前没有什么讯息啊，突然今天就公布了陶德啦，还有斯坦伯格跟阿米塔吉亚过来。那我们也很清楚，也许陶德在台湾的知名度并不高，但是在阿米塔吉跟斯坦伯格在台湾的知名度算是很高的哈，所以这个虽然都已经是卸任的哈，不是现任的一个官员，但是这样的一个高知名度的人到台湾来的话，那我觉得这一次拜登政府他也是等于是在双方面，我觉得是以中共业对台湾施压。你采取极度施压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动作，那么美国也会类似的反施压回去。那美国能够反施压的就是什么？把这个高知名度的人那么这个送到台湾来访问那对这个来讲的话，虽然是很高度的一个一种施压的一个状态，但是还好，这些人虽然有高知名度，但因为都不是现任的。如果是现任的官员的话，那恐怕这个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可以就是说来走一走就算了。那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陶德这一行来了以后，那马上又那个蓬佩奥也过来了，那这样的话太近的话，恐怕对北京的颜面很难看了。所以我觉得大概政府也不会接受，就是说今天陶德来，明天这个蓬佩奥来所以我觉得应该还好，就是说，即使虽然他们会到台湾来，他们的高知名度也够，但是基本上都不是现任的，所以中共大概也最多就是用这个不管是国台办或者是外交部的发言再来这个骂一骂他大概也不会太再升高两岸的一个关系了，因为现在两岸关系已经够紧绷了。应该还不至于擦枪走火，就这个。我想这个蓬佩奥秀这个凤梨干那是萧美琴给他的那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种亲善的一个表示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说在他任内的时候那么对台湾也采取了很多友好的一个措施，所以在这个下台以后那么可以看得出来，他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了。现在是在这个福斯电视台那么担任这个主管的一个职务。那台湾呢，能够给他一点温暖我想这是一个大概是我们应该说让他表现的一个机会，这是一个。第二个能够邀请他到台湾来访问。那这也是一个就亲善的一个表示了毕竟国际间现在有台的人士也是不少，但是能够到现职的人能够到台湾来访问的人并不多。那现在蓬佩奥已经卸任了用前国务卿的一个角色来台湾访问的话，第一个可以提高他的一个知名度重新在这个提高他的知名度，因为他来的话，大陆一定会有一些评论或者是批评那这样的话当然又提高了他的一些这个知名度现在对他来讲的话，这个可能需要一点那至于他来台湾的话，会不会变成就是说又提升了这个美台两岸关系之间的这个危机会不会再升高？我想应该还好他现在目前已经是退休了就是卸任了。那最近阵子这个两岸之间的一个这个战机都飞来飞去说实话已经够紧绷了。美中之间的这个航空母舰的一个监视跟秀肌肉也够紧绷了，所以我相信两岸不会因为这个蓬佩奥来，然后就发生了擦枪走火的事情